这个流行感冒之外，后个月开始，嘛要来进入到诺罗病毒甲轮状病毒的流行期咯。尤其是伫咧学校、病院、军营甲餐厅等等人较侪所在，特别会去画到。这个婴仔甲5岁以下幼童，上会去感染到轮状病毒。囡仔若是持续一直吐，或者是一直落瀉，一定爱赶紧带去看医生。逐工周便所腹肚有够痛，可能是去喂到诺罗病毒。11月份开始，就进入诺罗病毒甲轮状病毒的流行期。最近陆续有学校有集体中毒的情形。目前新市国中的群聚我们有200多位师生，这个有腹泻、肠胃炎的症状。那这个检体还在检验当中大概1个礼拜内会有结果。那从症状看，疑似是诺罗病毒，不过检验的结果还没有出炉。台北贸易所疫情，诺罗病毒甲轮状病毒拢伫秋天较侪，镜头有小可无共款。诺罗病毒伫大人囡仔身上拢会发生，会发烧、吐、腹肚痛、规身躯的肌肉会酸痛。轮状病毒伫大人镜头较轻，囡仔会发烧、会吐、会落瀉，较严重的有可能会脱水致死死亡。两种拢是透过粪口来传播的，食到有病毒污染的物件加水，也是甲病人有接触。医生提醒讲，尤其是红婴仔甲5岁以下的囡仔。要特别注意。冬天11月底或12月开始会逐步的上升那如果有腹泻症状的民众没有在如厕后彻底用肥皂洗手，也是有可能把这个手上的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饮食的卫生一些贝类、海鲜类要彻底的煮熟。平常时爱较常洗手咧，唔使用漂白水清洁，才袂互病毒找上门。